响应绿色生活，台南老爷行旅从现在起，饭店所使用的大部分食材将选用友善耕作、健康有机等在地优质食材，包含生态养殖的虱目鱼、菱角，有产销履历、不使用抗生素、瘦肉精的牛肉、猪肉，以及无毒有机的蔬菜，率先响应绿色宣言，这也让老爷行旅成为台南首间获评绿色餐厅的饭店。台南老爷行旅呢，这一次的这个绿色岛屿山海味，那主要是我们跟这个友善的耕作农作物以及友善的鱼食养业，那利用这些我们的这个友善食材呢，一起来入菜。那这次特别跟绿色餐饮指南以及我们永续海洋保育基金会呢一起来合作，那共同携手推广绿色餐饮。里面的话呢，我们遵守这一个绿色餐饮指南的6大餐饮宣言，那一起用最纯粹的这一个食材一起来做我们绿色餐饮的推广，那能够优先的采购我们的当令当季的食材，优先的采购我们的这一个有机友善耕作的食材，那能够减少添加物的使用，那提供我们这一个蔬食餐点上面的选购，还有我们要减少这一个资源上面的耗损及浪费。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去永续支持我们的这一个海洋的保育。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携手，共同推广绿色餐饮。由于不少民众将绿食误以为是素食，老爷行旅9月16下午2点半将会举办用食寻找餐饮的纯粹讲座，邀请到绿色餐饮指南年度最佳主厨张文腾来介绍有机及友善食材定义，与大家分享绿食知识。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